阿媽教落秋草季節，我哋淨係補水係唔夠嘅，需要補嘅係津液。呢個銀耳雪梨糖水就啱晒，唔單止做法簡單，仲潤過敷10片前蘭友面膜啊！我今日買嘅係秋月梨，將啲皮批咗之後呢，我哋浸入個水度，防止佢氧化變色。想要去核都唔使買專用架撐㗎，用把細號嘅水果刀，沿住中間粒核嘅位置，揼揼圈咁篤落去，篤穿佢為止，兩面都咁樣操作。你睇下，非常之簡單，粒核就可以輕鬆咁推出嚟㗎啦。我今日仲加咗啲百合，大概2瓶蓋呢個免泡洗嘅金燕耳，怕寒涼嘅加返幾粒紅棗啦，根據自己嘅口感加返啲冰糖，跟住倒入4到5碗嘅清水，冚蓋大火煲滾之後轉細火再煲多佢半個鐘度，臨出鍋之前滲返啲枸杞，咁就搞掂食得㗎啦。呢個銀耳唔使泡發又快出膠，煲起身嚟好方便。咁樣一碗糖水鋪賣成20-30蚊，自己喺屋企整，簡單快脆又乾淨衛生。1個星期飲返幾碗，面膜都敷少好多張啊！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哋都嚟試下啦〜